好多香港人儲錢係為咗上樓，而頂級富豪使錢係為咗保命。當你仲擔心緊首期嘅時候，全球嘅頂級富豪已經喺度為咗末日部署。呢個唔係電影情節，而係一個價值幾十億美金嘅真實產業，叫末日地堡。根據 Bloomberg 同 Forbes 嘅報導，呢個生存產業正喺度爆炸性增長。專門起地堡嘅公司，例如 Vivos 同 Rising Sun Bunkers，已經將末日變成一門奢侈品生意。呢啲地堡幾錢？一個入門級嘅單位，好似 Vivos 喺美國南達科他州嘅地堡，入場費約35萬港紙；而一個叫 The Aristocrat 嘅頂級貴族地堡，有齊泳池、戲院、健身室，就盛惠6500萬港紙，同你買一間山頂豪宅差唔多價錢。佢哋買喺邊？根據 The New Yorker 同 Bloomberg 披露，矽谷精英嘅終極避難所就係新西蘭。點解？因為佢夠偏遠、夠穩定。PayPal 創辦人 Peter Thiel 早就已經秘密入籍新西蘭，並喺當地買入大量土地，包括一個設有末日地堡嘅湖邊莊園。呢個就係階級嘅生存鴻溝。當我哋香港人仲為首期 Plan B 焦慮，呢一班1%嘅富豪已經將生存機率變成下一個可以購買嘅資產。當你仲諗緊點上樓，人哋已經諗緊點樣上岸，哪怕地球就快玩完。你覺得有錢係咪真係可以買起條命？留言講下你點睇。